八丈島咧已經係你 Wikipedia 都睇到，係長壽島嚟嘅。係。同埋我當然啦，我真係去過八丈島好多次啦。係。我眼見佢哋啲老人家咧，你一見嗰班老人家，你知道呢度係有景轟嘅。係。全部係企得好直嘅。即係全部都係好係啦，好企得好直嘅。明日葉咧個莖部割開咧，同其他植物就唔同，佢有啲黃色嘅汁液咧就走出嚟嘅，咁就好似血咁樣。咁呢啲就叫做茶爾酮啦。係。咁今日可以幫助我哋掃走細胞垃圾嘅主要成分，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個茶爾酮。咁而喺八丈島嘅明日葉咧，佢嗰個茶爾酮同佢嗰個綠色啦，嗰個比例咧，對人體嘅吸收最好。所以咧，即係你好少喺第二啲牌子見到有咁多好評咁樣。咁啊，維他命都好多啦 ，B1、B2、B6、B12啊，維他命 C 呢啲其實都有。一個產品有咁多營養成分咧，我哋就叫佢做超級食物。我就喺 SGS 度驗晒咧，不含農藥、冇輻射、不含鉛同不含咖啡因，所以臨瞓前飲最好。仲可以幫你助眠添。係啦，係啦，係啦。咁好啦，我嚟介紹下，你可以遠離以下所講嘅所有慢性疾病啦。糖尿病係啦，糖尿病就可以幫助到嘅，因為明日葉裏邊嘅茶爾酮係一個天然嘅胰島素嚟嘅。第二就係明日葉嘅粉末咧，係羽衣甘藍抗氧化能力嘅6至7倍，佢抗氧化能力好高嘅。係啦，嗱，皮下脂肪、脂肪肝、酒精肝都可以幫到嘅。係啦，嗱，我想講咧，如果你有好好嘅減肥計劃，喺呢個計劃過程裏面，你食住明日葉咧，佢幫你消炎同埋令到你嘅機能咧加快，係可以縮短你減肥嘅痛苦，然之後得到快啲減肥嘅效果。即係個促進個血液循環啦，係所有嘢乜都快，不如刺激到佢最快啊！好啦，血管嗱，擔心心血管疾病呢個我哋最擔心同埋最需要，因為你有好嘅血管，你就可以有更好血靚啦，心臟靚，腎靚，係啦，一切都靚，可以令到我哋啲血暢順啲啦，減低啲血栓啊，即係。咁咧可以高血壓啊、動脈硬化呢啲可以避免啦，同埋咧可以令到我哋血管嘅彈性好啲啦。好，失眠，如果有朋友咧你係成日搭落床瞓唔着嘅話咧，咁啊失眠好幫到你，佢可以幫助我哋老人家咧生骨，因為佢小朋友好需要成長嘅賴氨酸佢有，老人家好需要嘅造骨細胞佢有，所以八丈島啲骨頭咧，嗰啲老人家咁硬淨，企得咁直就係呢個原因啦。頭先有人問胃痛係嘛？胃痛、胃潰瘍、壓力嘅胃痛都可以幫到，我自己試過。咁呢個係講明日葉點可以幫助嗰個尿頻啦，夜晚瞓得唔好啦，同埋成日即係嗰個腎嘅問題。其實唔淨止係子宮，係腎嘅問題，腎問題。正常保健養生咧，即係我屋企人咁樣啦。正常保健咧，你就可能朝頭早你起身你就飲一次。如果你真係要有一個可能係有一個要加強或者有一個醫療嗰個效用嘅話，你就1日2次。我喺浸會驗咗65度以下嘅水係保存晒佢所有茶爾酮。嗱65度咧都辣嘴㗎啦，係啦。咁如果你真係好想知道，即係沖奶係70度啊嘛。係啦。咁所以咧我係全部嘢都好提議你哋室溫水咁樣去飲。嗱，如果你2揀1咧粉。但係咧，你今日有機會咧，你試埋我個茶。呢個茶咧，好坦白講，全世界係得我呢個明日葉係呢隻味嘅啫。同埋你哋買完你要記得啊嚇，1年2做，唔好諗住佢而家約我講緊係下一做嘅時間嚟㗎。所以你哋記住咧，最少你哋信佢一定要3個月份量或者係半年嘅份量咁樣去買啊嚇。